2026年嘅一個深夜，都市終於靜咗落嚟。商場精英阿傑駕駛住剛提領唔耐嘅新車，行駛喺返屋企嘅快速道路上。阿傑性格火爆，喺商場上以得理不饒人著稱。雖然贏咗唔少談判，卻亦私下得罪咗唔少人。突然間，後方一架黑色房車毫無預警咁從後撞上，阿傑反應不及，伴隨住刺耳嘅金屬撞擊聲，佢嘅新車車尾狠狠撞上咗。阿傑空中怒火噴發，佢猛咁推開車門，大步跨出，準備對嗰個不長眼嘅駕駛大發雷霆，甚至喐手教訓。然而，當對方車門打開，阿傑準備好嘅咒罵卻硬生生卡咗喉嚨裏。走落車嘅係一位頭髮斑白嘅老先生，佢滿頭大汗，雙手顫抖，眼神充滿惶恐。老先生喊住連聲道歉：對唔住，我妻子在家昏倒，我急住送佢去醫院，我真係唔係故意嘅。阿傑往車內一瞅，後座確實躺住一位氣息微弱嘅老婦人。按阿傑平時嘅作風，佢絕對會報警扣車，並要求高額賠償，呢個係佢合法且合理嘅權利。但嗰一刻，睇住老先生崩潰嘅眼神，阿傑心中堅硬嘅冰層鬆動咗。佢深吸一口氣，語氣變得異常平靜：老先生，救人要緊，車壞咗能修，命只有一條，你快走啦，直接去急症室，呢個係我電話，日後再傾啊。幾日之後，老先生親自上門致謝，佢不但承擔咗所有修車費，仲帶嚟咗一份厚禮。喺閒談中，阿傑驚訝咁發現，呢位老先生竟然係佢苦尋半年卻無法接觸嘅關鍵大客戶某國際物流集團董事長嘅恩師。老先生喺電話中對董事長話：呢個後生仔喺最有利嘅時候選擇咗溫柔，係個值得託付嘅人。阿傑坐喺沙發上，背後冷汗直流。佢慶幸嗰日深夜自己嘅選擇做一個得理不饒人。佢暴君，佢喺極端時刻摧毀一個老人嘅希望。佢徹底頓悟啦，凡事留一線，並非軟弱，而係一種深刻嘅生命遠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深淵與難處，喺你有絕對權力毀滅對方時，選擇遞出一隻手，唔單止係俾對方面子，更加係為未來嘅自己修路。呢次項目順利簽約，但阿傑得到嘅遠比合約更多。佢開始收斂戾氣，學會喺衝突中尋找餘地。佢明白喺人際高度交織嘅年頭，你俾人哋留嘅情面，終究會喺意想不到嘅時刻化作拉你一把嘅援手。最高級嘅修養就係睇清咗對方嘅狼狽，卻選擇溫柔咁轉身。